東夫即認無論買新樓或者買二手樓，都要打醒12分精神。至於出街食嘢，都要保持精神集中，否則好易出事，淪為笑柄。好似以下呢位食客去連鎖快餐店點餐，一時精神唔集中，買板燒雞腿包，原本係打算走醬嘅，點知撳錯咗變咗走雞啊！只係剩翻個包醬同生菜啊！類似情況都有唔少，有網民自爆蝦碌事件，話去旅行叫外賣睇唔明法文，所以走晒所有嘢，10歐元買咗2塊包。落單時唔小心撳錯掣，食雞包變齋包，最多俾人笑下啫，食到生雞肉就激氣啦。網民喺社交平台出 post， 指幫襯長沙灣一間快餐店，竟然食到一嚿生雞胸，雞肉表面熟咗，但裡面係粉紅色生肉。食客要求店方退錢時，該店經理態度勁差，一句對唔住都冇，淨係叫佢自己行去櫃台退錢。最後食客將事件上報食環署。有網民講笑話雞肉刺身嚟㗎，亦有人話餐廳係想證明唔係預製菜，不過變成唔製菜。提大家啦，生雞肉可能含有害細菌，若果未充分煮熟，食用後可能導致食物中毒，真係唔講得笑㗎。好啦，今集東夫即認時間差唔多，大家有咩申訴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，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夫即認，拜拜。大家多多支持東夫即認，東夫即認即刻認，我一定會上去睇下發生緊咩事先。東夫即認即刻認，我都有睇呢個東夫即認即刻認，你哋都快啲嚟睇啦！